台南是台湾重要的文旦产地，离马岛文旦因为栽种环境甲农民丰富经验，早在顶港出名，下港有名声，同时嘛积极的拼外销。而现在正是文旦的产季，知名电视购物已经连续6档指定台南文旦涨价销售，而其中一天来推销各种的农特产，嘛已经高达12礼拜。伫8号之间的直播，结果20栋的老张文旦，伫40分钟内就卖完。这边也教大家一个小撇步，提早买放家里，然后送。那这个到时候中秋前，那一定是可以品尝到最好的麻豆文旦。中秋应景的台南文旦，因为食了健康无负担，伫市场上一直热销，有真好的口碑甲知名度，所以市府嘛呼吁介意文旦的民众，得赶紧预定，避免食无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